大家好，我是欧巴，伊是狗阿光。伫料理救援队的第9集，有小解的带兵，伫冰店内底上接看到的，就是八宝冰，有8种无同款的料，嘛会当煮做八宝汤。哇，这碗八宝汤足好食款的，阿光，你敢有想要食？无咱等下甲食好啦。先来讲寡相关的语词，提醒大家。下面的内容拢是甲放假有关系，建议大家爱先去看放假哦。热人、热人、热天、热天、热人、热人、热天、热天，一句的词拢是热天的意思。你若看到字词头前有用 double hyphen 相连，就表示伫个 double hyphen 头前的字词爱念本调，后壁的字词念轻声调。贵松松，贵松松就是足贵的意思。比如讲，一杯奶茶爱开150块，阿光，这杯奶茶贵松松，你也甲买落。大碗搁满钱，大碗搁满钱。一般是讲物件俗搁好的意思，互人感觉足会好的。皮皮喘，皮皮喘，人咧惊也是寒的时阵，身躯就会皮皮喘。像伫漫画内底讲的就是食冰伤冷，所以逐个人拢皮皮喘。拉轮啊烧，拉轮啊烧，就是小看烧的意思。像讲食药啊，就是要用这拉轮啊烧的滚水来配较拄好。烧热，烧热，这个词会当讲天气温暖，嘛会当讲衫穿有够，身躯会较烧热，也是食面烧烧的意思。歹心乌落道的鸟鼠仔头家，掠到现代人爱举手机啊翕水水的面啊，这款现象。害大家食冰的人寒甲皮皮喘，拄好互料理救援队掌到，用神机食谱解救所有的人。好佳哉，有阿光领料理救援队来做动歹人，要无大家毋知要喘到当时。各位观众，今仔日讲的敢拢会晓啊？逐工听，逐工讲，你就是台语万事通。爱会记你替台台 Friends 面册专业起赞、分享、追踪，料理救援队后摆会阁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继续看落去，大家再会。